好多人問玩弄感情係咪真係會有報應呢？我話俾你知，有位朋友佢同前任喺埋一齊嘅時候咧，佢扮到幾咁情深同專一。佢工作咧係需要翻內地見客嘅，所以咧佢容易識到一啲女侍應啦，同埋骨長嘅靚女。佢電話咧都係用2部。佢好擔心一啲曖昧嘅信息被發現。我勸佢感情唔可以咁玩，有借必有還。佢嘅答覆我咧就話好多老闆仲玩得精彩過我啦，又唔見佢哋有事。嗱，如果佢太太又知，而且又認可，外面嘅情人亦都知道，而且係願意嘅，三方係你情我願，咁呢一種咧就唔算係感情欺騙，自然構成唔到情債。但問題係有幾多真係光明磊落啊？大部分嘅咧都係欺騙同埋利用，係一時嘅貪慾。你見到嘅冇事，只係業債未成熟，時辰未到啫。之後佢遇到現任，今次咧佢真係落咗心啦，動咗真情，付出晒所有真心同埋誠意。結果咧，佢換來嘅係被騙，係被徹底嘅背叛。對方嘅手段係同當年嘅佢一模一樣。呢啲就係情債。情感上面嘅欺騙同埋玩弄，會得到情感嘅反噬，會遇到背叛、被玩弄，健康出現問題，佢個樣同埋個氣質都會逐漸變為灰暗同埋猥瑣。折損嘅唔止係自己，仲會牽連到子孫。月老嘅姻緣簿上，負心漢咧多數咧都會有坎坷嘅緣分，難有善終。死後咧好難入到善道，可能仲會墮入呢個惡境受罰。如果大家身邊有朋友正經歷呢一類嘅情況，你又唔方便講得太多，你可以將呢條短片分享俾佢，留言情債呢2個字，老師會協助大家。記得WhatsApp我啦。